繼續轉來看咱台灣，這東部地區呢，這幾天啊落大雨，這海上的風影其實嘛真大。不過煞有遊船呢去看到上清澈的海底，大家是安尼好好叫，攏真歡喜。那花蓮漁會呢是表示講，最近就是因為花蓮的外海有煙仔魚，所以海底呢龜棚安尼出現，有可能就是甲這有關係。規片烏麻麻衝出去海面，這就是人講的海底粉礁鵝。因的特徵就是身軀兩邊有一條烏線，喙短短啊，腹肚是粉紅色，也是白色的，永遠攏是規大點出現。哦，一大群，就是他們會跳起來，然後你可以看到那個比較年輕的，就是會一直跳起來，就是想跟人家玩這樣子。除了粉礁鵝，這陣啊，閣會當發現白肚仔、甲灰熊鵝，和花蓮外海撈一滾滾。業者就表示，這是難得的記錄。福斯海豚一大群出現的時候，有可能是覓食，有可能是它在做移動。那它們家族是比較龐大的，它多的話甚至到萬隻都有可能。那我們一般來說，在海上遇見它們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。因為花蓮這兩天雨是落袂煞，風影嘛無啥穩定，出海佚佗的遊客，原底就是看無什麼海底，結果卻拄到這麼大陣。不過是不是跟氣候、跟風海有關係？目前也無相關的研究。福氏海豚上千隻的規模，能夠觀察到這樣的情形，也是相當的幸運。至於有些推測可能跟氣候異常或連日大雨有關，這部分因為是個案記錄不足，所以沒有辦法多做解釋。花蓮區漁會是表示，海底假龜丁出現，其實是因為最近花蓮外海有別人煙仔魚。鬥陣找這個玉魚啊，本地就是海底的習性，跟氣候較無關係。記者綜合報道。